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早前就同大家測試咗 SP 關羽星彩同埋劉備嘅表現，雖然實力唔錯，不過就搶咗風子陣，喺共存上可能令大家未必玩到。咁所以今集就同大家介紹另外一隊星彩盾，唔使風子陣都可以。咁呢一隊由 SP 關羽星彩同埋法正組成。SP 關羽全武力配忠勇擊旗，星彩二速配點傳統術，配殷利或者萬軍同埋形一。法正一速全智力配點陷陣或者飛攻，結盟或者殷利或者萬軍。呢一隊改咗用法正之後，可以配上形一陣，唔單止可以慳翻風子陣同其他隊共存，形一陣仲可以增加星彩嘅統率，令到護盾嘅數量增加。而配陷陣亦都係同一個道理，除咗可以補血之外，可以增加關羽武力星彩嘅統率，從而令到護盾嘅數量增加。一速嘅法正發動以逸待勞，可以減傷，降低護盾爆嘅機會，同埋亦都可以令隊友獲得免疫控制嘅狀態。而法正以逸嘅免疫控制同星彩嘅護盾洞察係唔會重疊。當有控制狀態出現嘅時候，佢係會單獨判斷兩次兩個唔同嘅技能成唔成功免疫控制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法正以逸免疫失敗之後，就會到星彩護盾判斷可唔可以免疫到。如果再失敗先至會被控，有雙重嘅保護令你雙倍安心，而配埋結盟嘅法正都可以獲得護盾嘅效果，同樣都係有雙重嘅保護。呢度有雙重保護嘅情況之下，就唔太怕群攻嘅控制。呢一隊實力唔錯之餘，仲可以同其他隊共存。咁最後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啦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